呢一集同大家分享係飛火同埋天潛，咁佢哋係飛天派嘅成員啦，合體金剛超級戰士嘅手同埋腳。飛天派吸引人嘅地方咧，莫過於係博派入面啊，佢哋極為罕有嘅空戰戰士啦，而且佢哋仲可以合體成為威力非常強大嘅合體金剛。咁由於佢哋都係戰機啦，無論邊形合體或者身形比例等等嘅設計咧，都係一眾合體金剛裏面最好睇同埋最流暢嘅。官方今次嘅版本設計上面咧，花咗更加多嘅心思喺還原同埋細節上面噶噃。例如頭部收納裏面咧有個起落架，透過變形咧改變嚟實踐翻戰機形態嘅實際大小尺寸。亦都唔再只係將個機殼掛喺背脊度啦，收手收腳就算嗰一種咁簡單嘅設計。咁透過變形啦，令到手腳真係變成戰機嘅一部分啊！喺小腿裏面咧設定咗一個隱藏關節嘅，既可以保持機械人長腿嘅比例咧，亦都可以縮短翻為合比例嘅機尾部分。腳掌亦都有咗一個分件嘅獨立處理啦。睇翻 Kamala Wars 嗰個pat 係平嘅，呢個就還原晒啦。咁喺各方面咧都盡力會拎翻個平衡點嘅，應有嘅比例大細啦，收落方面盡量就唔影響佢實際嘅造型。塗裝方面亦都係豐富嘅，細節咧增加咗啲啦，合理亦都具有觀賞性。至於天潛咧，亦都有佢自己嘅獨有變形系統嘅。咁腿部嘅變形設計咧，我覺得幾新鮮喎，唔係嗰種整合性嘅縮起啦，或者係摺疊，反而係將個小腿前後打開咧，就再推上去縮短。手臂喺呢度嘅處理咧，反而就比較直接啦。頭部收納啦，機頭處理同樣都係好直接，方便快捷。機頭用嗰個摺疊方式收喺背脊啦，演繹翻卡通裏面只係改變咗比例嘅唔合理設定。差唔多到最後啦，我哋就調節翻個前後機翼嘅位置啦。後小腿向上摺啦，同時將個尾部變出噴射出嚟，簡單得嚟，好精彩。咁裝埋個激光槍喺兩邊機翼啦。塗裝方面跟足晒 G1 設定嘅圖案啦。咁整體都係好好睇嘅，唯獨是底部咧就比較厚啦，呢個絕對係硬傷噶啦。簡單嘅設計就將隱藏嘅小腿裏面嘅噴射變咗出嚟，呢一點咧真係非常精彩。手腳嘅飛機咧都已經分享過晒啦，佢哋各自咧亦都有唔錯表現喎。嚟緊下集會分享主體銀戰同埋合體。咁今集開箱嚟到呢度啦，訂閱讚好，撳埋鐘仔就要收到本集嘅新影片通知同埋推薦。留言可以放低意見同埋作出討論。實際支持我嘅自費創作，可以 PayMe、支付寶又或者 Superfans 都得。感謝大家嘅收睇同埋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